然后马上他们就高了。对，有一部戏叫《杨乃武》。哦，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个。对对对，我觉得是对我艺术当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他一直在看到我过来嘛，在对我笑，我那时候真的很高兴，然后从此就更加喜欢梅梅姐姐。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家名导演你点》节目，我是彼得。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著名的粤剧演员张咏梅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首先呢，请张咏梅给我们打声招呼好吗？大家好，我是张咏梅，好久不见了，非常想念你们。好，张咏梅的到来。那么坐在张咏梅边上的是我们这个戏迷朋友，是从苏州赶过来的。今天是一大早，早上7点多就起来了。今天应该是非常的兴奋的，对不对？好，首先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打声招呼。大家好，我是梅梅姐姐的戏迷，今天来到这里感到非常高兴。应该说又是戏迷，同时呢又亲眼见到了梅子姐姐，对不对？是啊，心里非常的激动啊！哎呀，你看，谢谢还得到了梅子姐姐的拥抱，我认为这个机会离得太远了。那么在这呢，我和咱们这个张咏梅呢也是老乡了，我是在她边上的，我是镜湖的，我是镜湖人，我籍贯是镜湖的，所以我见到张咏梅就像见到亲人一样，这老乡见老乡是两眼泪汪汪。所以今天我们有的好聊了。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放一段我们张咏梅的代表作，给这个机会让给我们这位戴小姐吧。好，谢谢。要点哪一段呢？我想前段时间看过《早春2月》嘛，蛮喜欢的，我想点一段。好，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小哥哥，来，怎么了？今天晚上你到哪里去了？今天晚上？哦，小宝病了，高烧不退，我就在文嫂家睡了一夜。睡了一夜？这是真的？是啊，是真的。不了说能尽是真。色彩西边你也心，无尽你那位守的来到你面对姑姑能不亲，先真心送你逆境中的家，一动有情爱埋一苦心，那为何趁他流言乱纷纷？我相信真情不会忘非人，那为何不尽自应曾相信？曾回了桥，有心不过台芳芬。小哥哥，你的心情你是等于起来的心情呢？这里还有名菩萨跑。国民党第一时间不代表老外在广州召开，共产党领导人林伯渠、李大钊、毛泽东等参加了大会。孙中山先生接受了反帝反攻击的纲领，确立了联俄、联共、妇孺能攻的方针。太好了，太好了！你看，好兄弟，喏。星期年逼着我，一个到广州去了。
暖吧。已是春暖花开，可是这里还是温热滚滚啊！哦，这里有浪漫的餐厅，是我们的餐厅，小狗园。你帮我找到了清晨，你帮我追回了生命，应是值得放取暖，看到病的喜同心，城内咱房子小得风雨与事情，姑娘公开好，其实来消人光明正大。我怕尘埃西方奔，西方好，刚才我们看到了《早春二月》，也是我们这个梅子姐01年的一个作品了，应该说哈，对我们的戴小姐来说印象深刻吗？这《早春二月》01年7月份的时候正好放暑假嘛，我和有几个朋友叫我一起过来，然后那时候正好有事情不能来，然后我就让朋友帮我过来买了那个海报，然后还让签了名。哎呦，你看多幸福啊！第一印象见到我们的张咏梅是怎么样一个感觉？很惊艳的，好漂亮哦！哦，你看这个，那个梅梅姐姐就对着我笑，我就我就一直看着，我就不敢看别人，不想看别人的。你看，这就是偶像的魅力啊！说到咱们这个张咏梅啊，其实你是和粤剧是又近又远的。说到近，你是成为了一个粤剧演员；那远呢，其实你们家里，你妈妈是唱淮剧的，对不对？对。我家是在江苏的盐城。哎呦，我老乡隔壁呀。我妈妈呢，她虽然是个淮剧演员，但是她特别喜欢粤剧，因为在她年轻的时候，就是我们当地也有一个粤剧团，她就被那个粤剧的那个服装啊、布景啊、音乐那种唯美，就是深深的吸引。你看，小姑娘还是小姑娘，就喜欢美的东西。对。然后她就会经常到粤剧团去，跟粤剧团的演员经常玩在一起。成为姐妹。哎呦，咱们这个妈妈也是非常可爱的。对。那对你来说，小时候对粤剧的印象深刻吗？一开始我还没有什么印象，就是在8、9岁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们古装戏刚刚开放嘛，也是在7几年吧。然后我妈妈就会，因为她喜欢嘛，她就会带我去看。我记得第一部是看的是《红楼梦》，那时候还不懂。讲老实话，真的不懂，就看见几个穿戏的衣服走来走去，觉得好像每个演员都是蛮漂亮的，唱什么我都一点都不懂，甚至于里面有些字我都不认识。我小的时候是懵懵懂懂的，后来怎么会那么迷粤剧呢？那是在84年吧。我记得当时我们家乡就是正在放一部浙江小百花的一部电影，叫《如你代寿》。哎呦，这部电影放了以后，我去看了，迷得不得了。已经很痴迷了。对里面的演员啊、唱腔啊、那个景啊什么，就觉得太漂亮了，太好听了。你这个戏迷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当时怎么迷法的，好不好？哎呦，那个迷的嘞，就是基本上上课也没什么心思，整天就想着舞女拍。对，然后电影可以连着看10几场。天哪，还好有支持粤剧的妈妈，不然的话多费钱。对，然后放学了以后还会到那个剧场去看有没有还在放，如果放的话进不去，我就在外面听。哟，看来我们的张咏梅也有这样一个经历。有，然后也很巧，就是有在85年的春天吧，开春的时候，然后我妈妈在单位里面，无意当中在那个办公桌上看到一张报纸。上面就是很小的一个豆腐块那么小，对，豆腐块那么小的一个简历，就是说上面说上海戏曲学校招生粤剧班。
哦，哎呀，我妈妈一看，当时就把那个地址啊什么就写下来了，怎么报名啊，怎么就写下来。但是人家当时上面写的很清楚，不收外地户口。那怎么办？这是白看了。就是啊，但是我妈妈还是很下定决心，对，很执着去碰碰看，碰碰运气。我相信你妈妈当时对你也是非常有信心的吧？对，她觉得我好像有这方面的天赋，对。那后来去的时候，老师怎么把你们赶出去了？你不是我们上海户口，你不能来。就是啊，上次我也讲过，就是我到了戏曲学校门口，人家都不让进啊。为什么不让进呢？你把户口本拿出来让我看看。一看那时候我们就是外地来的嘛，然后问我们来做干什么？我说来报考那个上海戏曲学校粤剧班。他说你是上海的吗？一看就是讲话都是讲外地的话嘛。我们不是的。不是不行，我们不收外地人的。然后没办法就就是那时候我说找马秀英马奶奶，就是淮剧团的，她的爱人在那个戏曲学校工作，然后就请她开了个后门吧，让我上进去唱一段。不过这个后门一开了可不得了啊！对，从此就打破了戏曲学校招生的这个规定。对，那时候当时我们粤剧班准备招40个，就我们小班嘛，然后。上海考生只有500，我记得我是一个最后一个准考证号码是598号，就是600个人都不到，就是然后真正录取的连我在一起只有5个。哦，他真太幸运了啊！就是啊，而且就是本来就是说他们不招外地人嘛，就是因为看到哎呀，这个外地的小姑娘倒是还是挺有天赋的，挺有天赋的嘛，这江苏来的这小姑娘会唱得这么好，然后马上他们就。招了，对，院里面和市长都决定，哎呀，是不是能扩大招收的范围，然后到江苏、浙江去招。所以呢，电期前的所有的我们戏曲学校外地学生要感谢一下张咏梅，没有她的出现，有可能我们现在还是在招上海的范围。戴小姐是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一个故事，还是以前听过？第一次听到。是不是觉得我们的这个张咏梅这个经历应该说是非常的幸运？给我了一个启示，以后什么事都要去自己抱着自己的信心去努力。对，他说的好高大啊！不过呢，我们从他的这个经历也感受到了这个伟大，包括也要感谢你妈妈。如果没有你妈妈看到这个豆腐渣的这个广告的话，基本上对啊，张咏梅，我妈妈那时候胆子也特别大，她再说我考这个戏校，她也一点压力都没给我。同时呢，你还要感谢一个人，你忘了。马秀英老师，对，没有马秀英老师，也可能也不能没有我，没有今天，对，看到吗，戴小姐，这是我们张咏梅其实当时出道的时候那种传奇的这个故事啊，同时呢也奠定了以后在粤剧舞台上的一个基础啊。那么在这儿，我们也给我们的戴小姐来点一段张咏梅的代表作吧。那就点一段梅梅老师的《打金枝》吧。那也是吕派的代表作，对不对？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三脚我
起红灯，一号苗红马早起进宫，侍儿们不能挂起红灯，等驸马回宫拜年时候。却为的是你，为我何来？我却问你，世界之长，何者为大？天地为大，何者为真？父母为真。你在家的时候，孝顺父母；在家之后呢，奋进公婆。却又来，你既知道出家之后尊敬公婆，今日是你公婆70上寿，你为何不去拜寿呀？今才是分呀王受担起，文武把官做到其中凶杀，丞相做得来拜寿，只有我何时与丞相有句，我明明这样的祝福你，不去拜寿是何意？怒气冲冲为何痛？强愿为此区区的小事，你到我不把公公亲，我是要你驸马婆不知你，但是是我不是你，真是你把我的娘看不起。听听我不听公公不来事，从来是君拜臣扶持你，众人民本三有题，将夫家别是不爱的去，哪一个儿媳不把公公爱，哪一个丈夫前妻要与他离？我在找你为驸马，逼不得民间富裕。
王家的陈名字，我乃是金枝玉叶帝王的儿女。其实，在你进入越剧院之后，你人生当中艺术方面最重要的一部戏是什么戏啊？刚才观众已经看到我那个打金枝是我很小的时候演的，就看出非常稚嫩，而且是处在那种模仿的阶段。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在97年的时候，有一部戏叫《杨乃武》。哦，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个。对对对，是跟赵志刚、申志军他们合作的一部戏。那我觉得是对我艺术当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那赵志刚当时讲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压力？还好，没有压力。好像没什么压力，反而很高兴。但据我了解哦，你小时候也是比较喜欢赵志刚的。对啊，也算是半个偶像了，应该这样说。对，因为就是我在上初中1年级的时候，我曾经买过一本那个上海电视，那个封面照就是赵志刚的，他那时候得江浙沪大奖赛1等奖。我在上课的时候在偷看。你怎么老是在偷看跑出来？偷看那本那个杂志，然后被老师发现给收掉了。所以我印象很深，我就觉得赵志刚。这么年轻就得1等奖，而且那么多女孩子都唱不过他，就他一个人1等奖，我就觉得非常的虽然那时候对越剧还不是怎么太熟悉，我就觉得他很了不起。那这次和赵志刚合作，应该说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了。对啊，非常开心，而且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但是好像也就对你来说好像压力也不是没有压力，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也好像观众虽然熟悉我了吧，还不是怎么太熟悉，还是有一点那种那种怎么说，像就是初出茅庐的感觉。对。那说到这个，其实对你来说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因为之前你都是学吕老师的戏，这次是你自己要创作这个角色。对你来说意义非常大吧？对，以前就是说我演的戏都是在模仿老师啊，像桃李梅啊，西厢记啊，包括打金枝啊，都是在模仿阶段，自己塑造人物的能力好像不是很强，而且好像也没那个心思，还没有讲老实话，就好像还没有开窍那种。然后到97年的时候，就是赵志刚就是叫我跟他排一个杨乃武。跟他排了这个戏以后，对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我会去认真的思考这个人物怎么去塑造人物，怎么认真真的去体验这个角色，然后认真的演戏，就是认真2个字在我身上好像找到感觉了。所以说从这个戏，我们张咏梅就变成一个成熟的演员了。没有，这个要亏赵志刚，真的是亏他，因为赵志刚他对艺术非常严谨，非常认真。他当时已经是很有知名度的一个演员了，就是我走他的身上真的学了很多东西，包括表演。那我们的戴小姐当时看过这个《杨乃武小白菜》吗？你没有看过？没有。那录像看过没有呢？也没有。也没有啊。今天呢，给你个机会来点一段这个，好吧？好的，那非常就是有幸看这段东西。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死到死尽。我怨你，恨你，都已不用了。要死了，也做个命吧鬼！一场命运险道，我问你，留下小那究竟是哪个？你呀，今年我姓多，下个赛我上过，每个都是比别人吃是那两两子牛子河。是刘书登的儿子刘子河，是他！
穷尽今日留子我，你为我苦苦要我养来我。三年今生可以不的命，要我你是奸夫，说是武汉地皮人，也是那个刘子豪。我姐姐杭州不屯建就名人，三大县皇上你为我不把真心痛。常常我人想吐真啊情，恨之人三大县都用反攻，可是空见美名的行宫，可因之下冤难诉，此一番报应我，又是何人刘子豪一生不义来团见，说什么倾家荡空来京都，10万名字通关节，上上下下一步路，只要堂上三员工，口求你二爷有羞苦，我不明真相有情心，再落春桃草上冲。不从，不了是身大业，大错一错最难说。师傅，师傅，师傅。此句耳边原谅我，哎呀，你当师傅。戴小姐是非常喜欢张咏梅的，对不对？而且呢，你知道吗？梅子姐，她这次来哦，从苏州赶来，这是一件事。第二呢，她今天有面试活动，也没有去，就特地来看她心中的偶像的，对，是吧？为了你的职责来给我掌声。看我太不好意思了。其实我觉得戴小姐当时你喜欢张咏梅是哪部戏呢？想问一下。当时我记得是有一次呢，是01年7月份，我正好到越剧院看到梅梅姐姐在排练，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她一直在看到我过来嘛，在对我笑，我那时候真的很高兴，然后我从此就更加喜欢梅梅姐姐了。然后是她对你笑，你就喜欢她了。如果她不对你笑，你就不喜欢她了。不是，因为她那个笑的真的是很吸引人的。看来我们的这个梅梅姐这个笑起来的确有她一功啊，就像在家里面吧，开玩笑，非常的有气质，笑起来肆无忌惮。我是笑起来挺和蔼的。那在上海的这个戏迷的印象当中，好像觉得张咏梅这个人冷冷的，然后呢也不是很热情的，是来给你一个机会来说说为什么？是不是个性就这样的？没有，就是认识我的戏迷呢，就是还觉得我还是比较有亲和力，还是比较热情的，但是我好像。有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这交流当中也跟我说了，梅子姐说呢，她这人呢怕生，这关键是怕生，因为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呢，有点隔离感，怕生。那时间长了，你看她就哈哈哈就这样笑，对，经常在一起熟了以后，我就会很放开，肆无忌惮。她的笑是肆无忌惮的笑，对不对？很喜欢她。哎，这可能是她的个性所致啊。可能就是有的观众对我还不是太了解，了解我的人还是觉得我还是蛮有亲和力的。我已经感受到了。
那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是张永梅的什么戏？我记得是正好2001年，我12月1号让梅梅姐姐来苏州演《红楼梦》嘛，然后那次正好我还在南京读书，然后就赶到苏州来看戏。那天梅梅姐姐演紫娟嘛，我正好穿的衣服也是紫色的，我说哎，正好和她你蛮配的。然后恨不得你上去演紫娟。那我不行的。然后正好他们在问，他说今天。都是谁来的最远？我说我最远，我从南京来的。然后后来正好隔了1个星期，12月8号吧，梅梅姐姐又去昆山演《红楼梦》了。然后我就又从那个南京过来，赶过去看的，在那边等了1天，等到晚上在那边看。那么这样就给你个任务，点一段张咏梅的代表作吧。我记得最印象最深的就是看梅梅姐姐的《红楼梦》嘛，所以我想这次再点一段《红楼梦》看一下。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紫娟，妹妹林思思，她讲些什么？想当初，姑娘病中不认领，上天只有知心的，他这里是冷漠鬼火三更起。你那边是东方沉默一片雪，只听他恨声呼报哟，这心酸的事儿我牢记。报应，你来自了，偏偏不听口
在我们的这个张咏梅的这个人生当中啊，其实也有很多的好姐妹。因为呢，我们都知道跟张咏梅时间待长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她是一个很热情的人，而且呢，也有的时候也会很嗨的那种。特别我知道你有好几个好姐妹，让我猜猜对不对啊？张瑞红一个算了，是啊。方雅芬一个算了。对，在这里我要给大家露个底，大家看到梅子姐戴的这个项链，就是昨天在录音的时候就问方雅芬要过来，我也觉得这挺适合你的嘛。我说你上来给我的抢过来，后来这个梅姐说不能再抢了，人家已经不肯了，已经抢了很多次了。哎，在生活当中你们是不是非常的默契，而且非常的亲切？非常好，情同姐妹，就是我们衣服也会换来换去穿，那这些饰品就不谈了。我喜欢我就我说，哎，你那个手表挺漂亮的，快拿过来吧，不信发了姓张了。所以说，昨天方雅芬就说这不能信。对，她很喜欢这条链子。我觉得这条链挺适合你，有梅花的感觉。她昨天刚刚带出来，想在我面前显摆一下，谁知道被我一眼上过了。我说我明天去录像，你借给我。她说是借哦。不是送了，我说你放心好了，我肯定会还给你的。而且据我了解啊，它还有一个特点，有马马虎虎、大大咧咧。今天呢，戴小姐，今天他来的时候，我们已经3个编导跟他说，哎，在东市录像了，他会跑到上市去。生活当中是不是这样的？经常大大咧咧的，经常会这样，经常会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跟我说话，我会分心。就是说我会听你上半段的话，就是主要的东西。你说，哎呦，咏梅明天叫你录像啊，录像我肯定知道明天要录像，但在哪里、什么时间我就会疏忽掉。哦，对，所以说我建议所有的这个编导们呢，如果要约张咏梅，首先说明天东市啊，然后再说录像，那他给你跑对地方，而且最起码说2遍，又说2遍的。那说到这个生活当中的好姐妹的话呢，我觉得除了方雅芬之外呢，还有这个张瑞红，因为张瑞红跟你合作了一部戏，而且是获得了很多奖项，比如说叫《梅龙镇》，对不对？对。戴小姐当时看过《梅龙镇》？看过好几遍了。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梅梅姐姐演梅龙镇真的演得蛮青春活泼的，好像把那个16、17岁的小女孩演活了。对，你知道吗？其实这个评价对张咏梅来说呢，真的是非常的欣慰啊！因为在拿到这本的时候，她说装老我能装啊，这个装嫩怎么装呢？就是啊，当时这个梅龙镇剧本发到我手里面的时候，我一看里面的剧情。哇，这个女孩子只有16、17岁，而且她要很纯真、很天然、很本色的东西，就是要很自然的东西，不能有任何程式化修饰，跟那个一般性生活演的那个小花旦红娘啊，都很有区别的，就是要很天然的东西。那我那时候已经32岁了，把年龄都暴露出来了。我女儿都8岁了，你叫我找那些东西，少女的感觉，我到哪里去找啊？后来是怎么找到的？哎呀，后来就是我们的编剧啊，包括张瑞红，
包括我们领导，包括我的家人，都是给我很大的支持。就是说，你一定会行的，因为就是李凤姐，你年轻的时候，就是李凤姐的影子你还是有的，就还是能把它挖掘出来的。然后我说我有吗？我还不太自信。我说我哪里有啊？我一想，我女儿。他们说都说性格跟我很像的，他当时已经8岁了嘛。我说是不是看从我女儿身上有点灵感？离16岁还只有8岁嘛，对不对？对。然后就看他有的时候跟我讲话都是很天真的。我说那你吃饭，侬吃过了吗？吃好了。哎呦，讲话都很像的，对，就是他小孩子啊，那些很天真的女孩子讲话都是不会多考虑什么，她思想都是很单纯的嘛。然后有的时候我愿意，我说，那侬去打乐器啊，我去，谁是这种感觉了，就是很那个任性的那种，可爱的。对，有的时候跟他讲话，他会这种很俏皮的那些东西，对我就觉得，是不是？走他身上能挖掘到，对，找到一些那个可以我在舞台上可以用到。这我真的在舞台上用完。看来用出来效果还可以。咱们张咏梅的女儿不光是她的女儿，也是她半个老师啊。对。我不知道戴小姐看了几遍这《梅龙镇》？好像起码有，反正基本上4、5遍吧有。4、5遍呢，简直是一个铁杆的。这是现场看的，自己看录像还不止。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看那么多遍？它的这个魅力在哪里呢？一边看着一边还想看，一直牵挂着。所以知道梅梅姐在上海演，在苏州演，我都会去看的。真是一个非常铁杆的戏迷啊！那给一个机会来点一段我们这个梅梅姐的代表作吧。那就点《梅龙镇》吧。好，看这么多，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中村相聚难长聚。
婴儿，第二辈老太师教婴儿长大成人，莫要为第三辈子亲生总算是真真切切过着说到其实张咏梅除了唱，我们知道唱粤剧肯定不错了，淮剧也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呢，哎，我考考你，她除了几个戏，还有会唱什么戏都唱得不错的。黄梅戏吧，黄梅戏。对了，那还有一个，哎，沪剧。哎，沪剧。其实这几个戏呢，我们的这个张咏梅唱的真的是非常的不错了。哎，为什么那么喜欢沪剧呢？沪剧，我喜欢沪剧，因为是喜欢毛善玉。你当时小的时候有很多偶像吧？对，那时候我85年考进上海的时候，那时候毛善玉和赵志刚是上海滩就是戏曲界最红的2位了，明星，就到处都是听到他们的唱。金丝鸟啊，然后要么就是陆玉达，对，然后到处都是他们，那确实也好听。特别毛善玉的沪剧，我觉得哎呀，真的不比粤剧差哦。甚至有的他的那个音色啊，他的那些唱腔啊，我觉得真的还比粤剧还好听。哎，我在这里插一个话题啊，其实我们没有聊到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说你是江苏的，但是呢，在学习淮剧的时候，你也说过，对你来说难度并不是很大。对，当时唱粤剧，包括多才多艺的沪剧，当时学习的时候是不是很困难？上海话也不会说，对，你粤剧念白也不会说。但是我好像模仿能力比较强。啊，我纯粹是模仿。这个关是多少的时候才过了这个关呢？就是语言关吧，语言关应该到上海将近也要4、5年。哎呦，真的是不容易啊！就是讲的还可以了吧？因为当时以前我对上海话是简直是根本就听不懂。我觉得像外文，像英文，像日文，像日文，一点都听不懂。然后到上海来，经常说，经常讲，然后老师也不允许我们讲自己的家乡话，所以语言方面好像进步也蛮快的。对，除了这个粤剧唱了好，沪剧也唱了好，会讲就是早就会讲了。但是要讲得好，可能要4、5年以后。那么我戴小姐是不是听过我们这个张咏梅演的各种类型的不同的剧种的这个戏呢？在那个电视上看到过一次，她和萧雅，一起合作的淮剧，反串了一段淮剧，你去看一下。
岁，先上顾不得人间辛苦，偏地好哎，便宜日多头大马将你们得用中有走，为了民情把头抬，想不尽荣华富贵世世代代，别穷根从此结把浮华结。好了，我们的节目呢马上接近尾声了，最后还是老规矩，要请我们的来宾呢说几句话。首先请我们的这个戴小姐来。谢谢大家，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今后我会一如既往的喜欢梅梅姐姐，支持她，喜欢她。希望各位喜欢梅梅姐姐的戏迷和我一起，大家都来支持她。好，谢谢。最后呢，我们要请我们的张咏梅来对我们电视机前朋友说几句话。今天呢，我首先要感谢我们的小戴妹妹从苏州这么远的地方来为我助兴，非常感谢她，感谢广大的观众对我这么多年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今后会排更多的戏，塑造更多的角色，贡献给广大的观众。好，谢谢我们的张咏梅。同时呢，今天的节目呢到这也结束了，也请大家永远支持我们的张咏梅。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了，再见。还是很下定决心，对，很执着去碰碰看，碰碰运气。我相信你妈妈当时对你也是非常有信心的吧？对，她觉得我好像有这方面的天赋，对。那后来去的时候，老师怎么把你们赶出去了？你不是我们上海户口，你不能来。就是啊，上次我也讲过，就是我到了戏曲学校门口，人家都不让进啊。为什么不让进呢？你把户口本拿出来让我看看。一看那时候我们就是外地来的嘛，然后问我们来做干什么？我说来报考那个上海戏曲学校越剧班。他说你是上海的吗？一看就是讲话都是讲外地的话嘛。我们不是的。哦，不行，我们不收外地人的。然后没办法就就是那时候我说找马秀英马奶奶，就是淮剧团的，她的爱人在那个戏曲学校工作，然后就请她开了个后门吧，让我上进去唱一段。不过这个后门一开了可不得了啊！对，从此就打破了戏曲学校招生的这个规定。对，那时候当时我们越剧班准备招40个，就我们小班嘛，然后。上海考生只有500，我记得我是一个最后一个准考证号码是598号，就是600个人都不到，就是然后真正录取的连我在一起只有5个。哦，他真太幸运了啊！就是啊，而且就是本来就是说他们不招外地人嘛，就是因为看到哎呀，这个外地的小姑娘倒是还是挺有天赋的，挺有天赋的嘛，这江苏来的这小姑娘会唱得这么好，然后马上他们就。招了，对，院里面和市校都决定，哎呀，是不是能扩大招收的范围，然后到江苏、浙江去找。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所有的我们戏曲学校外地学生要感谢一下张咏梅，没有她的出现，有可能我们现在还是在招上海的范围。戴小姐是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一个故事，还是以前听过？第一次听到。是不是觉得我们的这个张咏梅这个经历应该说是非常的幸运？给我了一个启示，以后什么事都要去自己抱着自己的信心去努力。对，他说的好高大啊！不过呢，我们从他的这个经历也感受到了这个伟大，包括也要感谢你妈妈。如果没有你妈妈看到这个豆腐渣的这个广告的话，基本上对啊，张咏梅，我妈妈那时候胆子也特别大，她这时候我考这个戏校，她也一点压力都没给我。同时呢，你还要感谢一个人，你忘了。马秀英老师，对，没有马秀英老师，也可能也不能没有没有今天，对，看到吗，戴小姐，这是我们张咏梅其实当时出道的时候那种传奇的这个故事啊，同时呢也奠定了以后在越剧舞台上的一个基础啊。那么在这儿，我们也给我们的戴小姐来点一段张咏梅的代表作吧。那就点一段梅梅老师的《打金枝》吧。那也是吕派的代表作，对不对？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谁担起？那驸马再三叫我拜随意他里，我本想不做去拜谁，西施两我君拜谁。然后马上他们就高了。对，有一部戏叫《杨乃武》。哦，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个。对对对，我觉得是对我艺术当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他一直在看到我过来嘛，在对我笑，我那时候真的很高兴，然后从此就更加喜欢梅梅姐姐。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家名导这你点》节目，我是彼得。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著名的越剧演员张咏梅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首先呢，请张咏梅跟我们打声招呼好吗？大家好，我是张咏梅，好久不见了，非常想念你们。好，张咏梅的到来。那么坐在张咏梅边上的是我们这个戏迷朋友，是从苏州赶过来的，今天是一大早就早上7点多就起来了，今天应该是非常的兴奋的，对不对？好，首先跟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打声招呼。大家好，我是梅梅姐姐的戏迷，今天来到这里感到非常高兴。应该说又是戏迷，同时呢又亲眼见到了梅子姐姐，对不对？是啊，心里非常的激动啊！哎呀，你看，谢谢还得到了梅子姐姐的拥抱，我就没这个机会离得太远了。那么在这呢，我和咱们这个张咏梅呢也是老乡了，我是在她边上的，我是镜湖的，我是镜湖人，我籍贯是镜湖的，所以我见到张咏梅就像见到亲人一样，这老乡见老乡是两眼泪汪汪。今天我们有的好聊了。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放一段我们张咏梅的代表作，给这个机会让给我们这位戴小姐吧。好，谢谢。要点哪一段呢？我想前段时间看过《早春2月》嘛，蛮喜欢的，我想点一段。好，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小哥哥，兰，怎么了？今天晚上你到哪里去了？今天晚上，哦，小宝病了，高烧不退，我就在冷嫂家睡了一夜。睡了一夜，这是真的？是啊，是真的。我了算门尽是真，色彩西边你也行，如今你那位守一夜，难道你面对姑姑能不亲？先真心送你历经总的家，一动有情爱埋一苦心。那为何趁他流言乱纷纷，而相信曾经不为枉费人？那为何不尽只因曾相信，曾怀了情，有心不过太放分。小哥哥，你的心情你是等于起来的心情呢？这里还有名铺上跑。可以当第一时间，我那边老外在广州绕开。
共产党领导人林伯渠一大早，毛泽东窜起了大位。孙中山先生接任了皇帝，但攻击的纲领确立了联盟、联共、妇孺能攻的方针。太好了，太好了！快乐，好兄弟。那星期一第一支部一般到光灾去了，暖吧。你是灿烂花开，可是这里万事混杂，滚滚啊！不，这里有浪漫的春天，是我们的春天，小狗也。你帮我找到了清晨，你帮我追回了生命，应是值得放血暖，换到病的西同心，成为咱当时小队同意与事情，我俩光太好，其实来消沉，光明正大。我怕尘埃西方奔，西方。好，刚才我们看到了《早春二月》，也是我们这个梅子姐01年的一个作品了，应该说哈。对我们的戴小姐来说，印象深刻吗？这《早春二月》01年7月份的时候，正好放暑假嘛，我和有几个朋友叫我一起过来，然后那时候正好有事情不能来，然后我就让朋友帮我过来买了那个海报，然后还让签了名。哎呦，你多幸福啊！第一印象见到我们的张咏梅是怎么样一个感觉？很惊艳的，好漂亮哦！哇，你看这个，那个梅梅姐姐就对着我笑，我就我就一直看着，我就不敢看别人，不想看别人的。你看，这就是你的偶像的魅力啊！哎，说到咱们这个张咏梅啊，其实你是和粤剧是又近又远的。说到近，你是成为了一个粤剧演员；那远呢，其实你们家里，你妈妈是唱淮剧的，对不对？对。我家是在江苏的盐城，哎呦，我老乡隔壁啊。我妈妈呢，她虽然是个淮剧演员，但是她特别喜欢粤剧，因为在她年轻的时候，就是我们当地也有一个粤剧团，她就被那个粤剧的那个服装啊、布景啊、音乐那种唯美，就是深深的吸引。你看，小姑娘还是小姑娘，都喜欢美的东西。对。然后她就会经常到粤剧团去，跟粤剧团的演员经常玩在一起。成为姐妹。哎呦，咱们这个妈妈也是非常可爱的。对。那对你来说，小时候对粤剧的印象深刻吗？一开始我还没有什么印象，就是在8、9岁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们古装戏刚刚开放嘛，也是在70几年吧，然后我妈妈就会。因为她喜欢嘛，她就会带我去看。我记得第一部是看的是《红楼梦》，那时候还不懂，讲老实话真的不懂，就看见几个穿戏的衣服走来走去，觉得好像每个演员都是蛮漂亮的，唱什么我都一点都不懂，甚至于里面有些字我都不认识。我小的时候是懵懵懂懂的，后来怎么会那么迷粤剧呢？那是在84年吧。我记得当时我们家乡就是正在放一部浙江小百花的一部电影叫《如你代寿》。哎呦，这部电影放了以后，我去看了，迷得不得了，已经很痴迷了。对，里面的演员啊、唱腔啊、那个景啊什么，就觉得太漂亮了，太好听了。你这个戏迷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当时怎么迷法的好不好？哎呦，那个迷的嘞，就是基本上上课也没什么心思，整天就想着舞女拍。对，然后电影可以连着看10几场，
天哪，还好有支持乐器的妈妈，不然的话多费钱对对，然后放学了以后还会到那个剧场去看有没有还在放，如果放的话进不去，我就在外面听。哟，看来我们的张咏梅也有这样一个经历呀。有，然后也很巧，就是有在85年的春天吧，开春的时候，然后我妈妈在单位里面，无意当中在那个办公桌上看到一张报纸，上面就是很小的一个豆腐块那么小，对，豆腐块那么小的一个简历，就是说上面说上海戏曲学校招生越剧班。哦，哎呀，我妈妈一看，当时就把那个地址啊什么就写下来了，就怎么报名啊什么就写下来。但是人家当时上面写的很清楚，不收外地户口。那怎么办？就是白看了。就是啊，但是我妈妈。要知道你我的身份不能比，凤凰强鸟一高低。你是唐家的陈明子，我乃是金枝玉叶帝王的儿女。其实，在你进入乐剧院之后，你人生当中艺术方面最重要的一部戏是什么戏啊？刚才观众已经看到我那个打金枝是我很小的时候演的，就看出非常稚嫩，而且是处在那种模仿的阶段。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在97年的时候，有一部戏叫《杨乃武》。哦，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个。对对对，是跟赵志刚、申志军他们合作的一部戏。那我觉得是对我艺术当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那赵志刚当时讲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压力？还好，没有压力。好像没什么压力，反而很高兴。但据我了解哦，你小时候也是比较喜欢赵志刚的。对啊，也算是半个偶像了，应该这样说。对，因为就是我在上初中1年级的时候，我曾经买过一本那个上海电视，那个封面照就是赵志刚的，他那时候得江浙沪大奖赛1等奖。我在上课的时候在偷看。你怎么老是在偷看跑出来？偷看那本那个杂志，然后被老师发现给收掉了。我印象很深，我就觉得啊，赵志刚。这么年轻就得1等奖，而且那么多女孩子都唱不过他，就他一个人1等奖，我就觉得非常的虽然那时候对粤剧还不是怎么太熟悉，我就觉得他很了不起。那这次和赵志刚合作，应该说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了。对啊，非常开心，而且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但是好像也就对你来说，好像压力也不是没有压力，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也好像观众虽然熟悉我了吧，还不是怎么太熟悉，还是有一点那种那种怎么说？像就是初茅庐的感觉。对。哎，那说到这个，其实对你来说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因为之前你都是学吕老师的戏，这次是你自己要创作这个角色。对你来说意义非常大吧？对，以前就是说我演的戏都是在模仿老师啊，像桃李梅啊，西厢记啊，包括打金枝啊，都是在模仿阶段，自己塑造人物的能力好像不是很强，而且好像也没那个心思，还没有讲老实话，就好像还没有开窍那种。然后到97年的时候，就是赵志刚就是叫我跟他排一个杨乃武。跟他排了这个戏以后，对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我会去认真的思考这个人物怎么去塑造人物，怎么认真真的去体验这个角色，然后认真的演戏，就是认真2个字在我身上好像找到感觉了。所以说从这个戏，我们张咏梅就变成一个成熟的演员了。没有，这个要亏赵志刚，真的是亏他，因为赵志刚他对艺术非常严谨，非常认真。他当时已经是很有知名度的一个演员了，就是我走他的身上真的学了很多东西，包括表演。那我们的戴小姐当时看过这个《杨乃武小白菜》吗？你没有看过？没有。那录像看过没有呢？也没有。也没有啊！今天呢，给你个机会来点一段这个，好吧？好的，那非常就是有幸看这段东西。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事到如今，我怨你恨你都已不用了。要死了，也做个命把鬼。一场令我心怕我，我问你，没有说小那究竟是哪个？你呀，今夜我就多，下个在我上过，每次都是比别人就是那两人自流自活。是刘书登的儿子。此理。师娘，今个驸马只待病榻相依老兄，愿宫门挂起红灯，也好让驸马早些进宫。侄儿们，宫门挂起红灯，等驸马为公拜年时分。却为的是你，为我何来？我却问你，世界之长，何者为大？天地为大，何者为真？父母为真。你在家的时候，孝顺父母；在家之后呢，奋进公婆。却又来，你既知道出家之后尊敬公婆，今日是你公婆七十上寿，你为何不去拜寿呀？今才是分呀王受担起，文武百官都到其中兄嫂，城上做得来拜寿，只有我何时与陈秀要聚，我明明这样的祝福你，不去拜寿是何意？怒气冲冲为何痛？强原来为此去。